来关心台北市某一间私立的幼稚园爆发重大的性侵案，也毋过因为儿少权法有规定，袂使公开被害人学校和身份。历史媒体咧报的时，拢无报讲是倒一间出代志。也毋过拜二的时，监察院表示要主动调查，监察委员嘛有公布这间幼稚园的名和加害者的名姓。即马就防止机讲标准哪会无同？卫福部伫昨昏有临时开记者会，讲卫福部并无规定讲袂使报加害者。监察院是引用儿少权法的例外规定，做某一种程度的公开，讲这部分无问题。私立幼儿园的教保员嘛是园长后生涉嫌性侵真侪个细汉囡仔，也引起大家真生气。教育部长陈永尧伫全国教育局长会后接受访问，头一摆对这样代志发言，伊感觉真遗憾，认为大家嘛应该同款生气。不过社会真进步，应该爱用法律的方式来处理，会记得这个教训。未来能够在整个机制上能够处理得更周全啊，在一方面能够保护到这个受害者，一方面也能够适时的对违反这个法律规范的给予急速的一个惩处，或者限制他的一些专业或者这个行动上的一些这一个，我想那是一定要做的。无人希望会发生这种代志，不过代志拄发生的时阵，有家长甲媒体投诉，因为法令袂使讲出，会当认出儿少相关资讯，毋知也无报道。有人认为都是因为安尼，颠倒互加害者去伤害偌侪细汉囡仔，并未规定不得报道该事件或保护加害人隐私。那么这一点卫福部必须要在这边再次强调。卫福部讲，即摆法令并无要求保护加害人隐私，甚至监察院逐日就公布幼儿园的名，也甲加害者的姓名。这是引用儿少权法第69条之时，以增进儿少福利，也是维护公共利益的前提，会当无伫这个限制。所以监察院也正是引用了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这个例外的规定来做这样子一个适度的揭露。好，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儿少负面案件，媒体伫报道的界线伫倒位？卫福部表示，会伫1个月内邀集相关代表，针对儿少权法69条的例外规定，讨论出会当遵守的报道原则。记者综合报道。